你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别佛言：世尊，我今为未来众生演利益事，有生死中的大利益，唯愿世尊听我说之。不过地藏菩萨如今欲现慈悲，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，言不思议事，今正是时，唯当速说我即涅槃，思路早必其愿。我亦无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。地藏菩萨别佛言：世尊，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有佛出世，和无边心如来，若有男子女人，闻是佛名，渐心恭敬，即得超越40劫生死当罪。何况所谓形象，供养赞叹，其人亦福无量无边。又过去恒河沙劫，有佛出世，和宝成如来，若有男子女人，闻是佛名，一旦之请，发心皈依，是人有无上道，永不退转。又过去有佛出世，和波头摩成如来，若有男子女人，闻是佛名，亦有尼君，是人当得千返生于六欲天中。何况至心清念。又有过去不可说阿僧祇劫，有佛出世，和狮子好如来，若有男子女人，闻是佛名，一念皈依，是人得有无量诸佛无顶受记。又过去有佛出世，和苦流顺佛，若有男子女人，闻是佛名，至心瞻礼，亦复赞叹，是人有贤劫千佛会中，为大梵王，得受上记。又有过去有佛出世，和比波斯，若有男子女人，闻是佛名，永不对恶道，上升人天，修成妙乐。又有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，有佛出世，和宝成如来，若有男子女人，闻是佛名，毕竟不对恶道，常在天上修成妙乐。又有过去有佛出世，和宝成如来，若有男子女人，闻是佛名，成恭敬心，是人不久得阿罗汉果。又有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有佛出世，和迦叶东如来，若有男子女人，闻是佛名者，超100大劫生死之罪。又有过去有佛出世，和大通山王如来，若有男子女人，闻是佛名者，是人得有恒河沙佛，广为说法，必成菩提。又有过去有净月佛、山王佛、地性佛、净明王佛、地成就佛、无上佛、妙胜佛、满月佛、月明佛，有如是等不可说佛。世尊，现在未来一切众生，若天若人若男若女，但念第一佛名号，功德无量，何况道名？是众生等生时死时，自得大利，将不对恶道。若有人命将人，家中眷属乃至一人，为是病人，故声念一佛名，是命将人，度我无间罪，有业不定，悉得消灭，是我无间罪，随之激动，动经一劫，了不得出。成事人命终时，他人为其称念佛名，
有时最终亦渐消灭，何况众生自称自念，劫福无量，灭无量罪。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中赞：普贤启问，地藏宏开，三多六道绝真爱，普讲问如来，受记实在，接引上莲台。南无上珠十方法，南无上珠十方法，南无上珠十方法。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下，较量布施功德言品第集。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为神，将造离起，乌龟合掌，别佛言：世尊，我观业道众生，较量布施，有轻有重，有一生受福，有十生受福，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，是事云何？唯愿世尊为我说之。尔时佛告地藏菩萨：我今有忉利天宫一切众会，说言菩提布施较量功德轻重，汝当谛听，我为汝说。地藏别佛言：我以是事愿傲欲闻。佛告地藏菩萨：南言菩提有诸国王，在护大神，大中者，大刹利，大婆罗门的，若有最下贫穷，乃至良残淫压，浪痴无目，如是种种不顽固者，是大国王的，若布施时，若能故大慈悲，下心含笑，亲手便布施，亦使人师软言慰辱，是国王等所获福利，如布施必行河沙，佛功德之利。可以讲，也是国王等有是最贫贱辈亦不顽固者发大慈心，是个福利犹如粗暴，必前行中常得七宝具足，何况衣食受用。福处地藏，若未来世有诸国王之婆罗门等，有佛塔施，亦佛形象，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，供诸应办供养布施，是国王等当得三劫为地色身，修成妙乐。若能以此布施福利，回向法界，是大国王等有十劫中尚为大梵天王。福处地藏，若未来世有诸国王之婆罗门等，有仙佛塔庙，亦指经上毁坏破落，乃能发心修补，是国王等亦自应办，亦劝他人，乃至百千人等布施结缘，是国王等百千生中尚为转轮王身。如是他人当布施者，百千生中尚为小国王身，竟能有塔庙前发回向心。如是国王乃至诸人尽成佛道，以此果报无量无边。福处地藏，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，见诸路边的生产妇女，若一念间故大慈心，布施医药，饮食无辜，使人安乐。如是福利最不思议，一百劫中尚为正机天主，二百劫中尚为六欲天主，毕竟成佛，永不得恶道，乃至百千生中，你不闻哭声。福处地藏，若未来世中
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，另作如是布施，结福无量，竟能回向，不闻道效，必定成佛。何况释梵转轮之宝，是个地藏，普劝众生当如是学，福处地藏。未来世中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有佛法中，正孝善君，无法沙尘颠覆，所受福利不可为虑。福处地藏，未来世中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有佛形象、菩萨形象、铁智慧形象、转轮王形象，布施供养，得无量福。常在人天修成妙乐，若能回向法界，是人福利不可为虑。福处地藏，未来世中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有大乘经典，或听闻一句一句，发温众心，赞叹恭敬，布施供养，是人或大果报，无量无边。若能回向法界，其福不可为虑。福处地藏，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有佛塔施、大乘经典，心假布施供养，瞻礼赞叹，恭敬合掌。若有过者或毁坏者，修补营利，或度发心，或劝道人当众发心。如是顶辈30圣中，尚为诸小国王，但屈之人尚为轮王，还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。福处地藏，未来世中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有佛法中所证善君，或布施供养，或修补塔施，或整理经典，乃至一毛一顶一沙一地，如是善事，但能回向法界，是人功德必千生中受上妙乐。不但回向自家观修，亦自身利益，如是之故，即三生受乐。下一得万步，是个地藏布施因缘，依事如是。地神护法品第11。你时见到地神别不言，世尊，我将昔来暂时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，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，广度众生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有诸菩萨誓愿心中。世尊，是地藏菩萨有阎菩提有大因缘，如文殊普贤、观音、弥勒，亦化百千身形，度无量道，机缘尚有必极，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所发誓愿结束，如千百亿行菩萨。世尊，我观未来的现在众生有所住处，有南方清洁之地，以土石叠木自己勘设，其中连宿位乃至金银铜铁做地藏形象，烧香供养，瞻礼赞叹，是人居处即得10种利益，何等为实？一者土地洪亮，二者家庭永安，三者先亡